那个黄荣生是我办公室的主任，从我当议员到目前21年，他的操守值得我信任。他连一颗苹果都不敢收的人，所有安南区，我相信应该超过1/3的人，这20几年来都让他有服务过。我相信有接触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品性。那至于《镜周刊》所报道的一些事项和事实有所偏颇和抹黑、栽赃的情形，是否有配合业者来做一些适当的报道？那我们的主任已经在早上在地检署已经正式向这媒体呢提出告诉。那他也感到非常的痛心，20多年来为民服务的精神努力，遭受到如此的打击，对他的家庭和那个孩子心伤挫伤非常的大。早上也向我正式提出辞职，那我真的很难过发生这个事情，我相信会还一个水落石出。那至于呢业者的心声，我希望我们这个媒体呢能够去了解这些业者的话，诉苦无门求助无门，在政府这么好的德政之下，没有配套的来做他们适当的辅导的情形下，任有不当的业者的宰割，真的你就去问他们的心声，他们会讲出他们这个做法对与不对，是不是有被人家欺骗或者是拿到钱的好处？我相信这个业者会向所有媒体说明清楚。所以说现在是主持这个黄主任的职位。我现在考虑当中。